回歸柴米油鹽嘅生活，今日過嚟市集買菜啊啦，蒸啲魚食下，買魚。好嘅，好嘅，唔該。搞個雞蛋，這個最大的，這個是最大的了嘛？最大的那個要那個。唔係啊，多啲嘛。蛋白啊多啲㗎，我買多呢啲。誒，就喺度先，我執呢啲，呢啲啊，好像是漂亮喎，沒那麼髒喎，哎。哎呀，這個有點髒，換一個。差不多啦。睇下啱唔啱木瓜。哇嚇，邊個靚啲啊？嗱個漂，隻都可以啊。呢個大啲啊？食得㗎啦。食得㗎啦係咪？係啊。誒，梗係要個大㗎啦，咁啊應該大嘅。哈哈。整個木瓜翻去嗒佢啊！幾多銀兩啊？7蚊。好，唔該晒。呢度係菜嚟嘅，隨便買啲咩嗒佢咧，都幾多品種喎。